今集咧就講下咧中小企業融資嘅人才嘅培養，其實究竟有冇可能嘅呢？唔係冇可能嘅，不過咧中小企業咧嘅老闆咧就較為難啲。點解呢？因為做一個企業融資嘅事啦嚇，佢要兼備咗幾個知識嘅層面先至能夠做得到嘅。嗱，例如第一樣嘢啦，佢就係要對呢個財務報表嘅入帳定嗰啲嘢要好熟，要識得好靈活貫通。第二樣嘢咧就係好清楚銀行佢哋嗰個嘅政策啊，清楚銀行嘅政策咧並唔係一朝一夕嘅，因為咧銀行咧唔同嘅階段、唔同嘅時期，佢哋嘅政策都係唔一樣。咁啊，可能今日佢好中意做餐飲嘅生意，可能下一個月佢就唔中意做餐飲嘅生意，可能中意做呢個工程嘅生意唔頂嘅，因為銀行入邊佢自己有好多唔同嘅數據，去話俾佢聽邊一啲行業係危險，邊一啲行業係安全。咁所以你就要成日咁樣不斷更新銀行嗰個嘅最新向係點樣啦。好啦，第三樣嘢啦，就要熟悉銀行上面嘅產品，並且要將佢融會貫通，因為好多 case 咧。好多時候都唔係1+1等於2咁簡單嘅，有好多嘢咧都係要融會貫通。點樣呢個額度加呢個額度，呢個額度要幾多先至可以最平嘅利息切合到個客嘅需要或者係佢盤生意嘅運作。咁呢啲都係需要佢對嗰個產品係好熟悉先至可以做得到嘅。咁啊，第三樣嘢啦就係銀行要求嘅文件或者係條件啦。呢一樣嘢咧就真係要浸過咧你先至識。因為你都唔知道啲乜嘢文件銀行而能夠令到你係最大嘅優勢，能夠同銀行攞到最大嘅額度、最平嘅利息、最好嘅條款，呢啲就係成件事嘅搭建啦。所以你話如果一個人能夠識到咁多唔同嘅範疇而係專科嘅話，話佢嗰個人工係要幾高先至能夠留得住佢呢？